你好，第二個索羅斯嘅聯繫匯率。香港作為彈丸之地，能成為今天最重要嘅金融中心之一，背後有賴幾代人嘅努力，同埋作出重要嘅變革與貨幣制度嘅改變。曾幾何時，香港嘅貨幣制度係掛鈎英國，勾住呢艘航空母艦，免得風雨漂浮。但隨住國力轉移，香港也轉向掛鈎美國，美國嘅國力便增加到而家。未回歸時，香港嘅經濟跟隨美國起伏，相關性好高，而中國嘅經濟相對全球一哥仍有距離，所以聯繫匯率冇太多嘅討論空間，只為制度作出一啲價格嘅調整。現時整個形勢出現天翻地變，中國嘅國力受到美國嘅重視，並視中國為競爭者，並設法阻礙其成長。過往亦敵亦友嘅關係破解，香港已經無法作為過往嘅超級聯繫人，甚至成為禍心。香港嘅經濟起伏亦跟隨中國起伏。由於香港喺呢個轉折期，經濟衰退得好快，財政自然變得脆弱，儲備再幾多都好，只要收入減少，又好似以往大洗大食，最終乾塘，再欠債已經不足為奇。猛獸最喜歡喺呢個時候攻擊弱者。以前香港曾受到美國著名炒家索羅斯攻擊，但最終香港憑住健全嘅財政將佢擊退，換嚟20多年嘅和平。但總有機心者看中香港而家嘅貨幣制度掛鈎錯配，再加上財政變差，香港嘅財金官員有必要防範第二個索羅斯來犯，緊守財政紀錄，將多餘嘅開支減散，避免破綻露出，才係精明之道。